前面咧就係星河 Coco City 同埋富日廣場，一路之隔亦都係我哋嘅紫馬嶺商圈。住響呢度，堪比住喺香港嘅中環啊！關鍵依家開發商清動大酬賓 ，total 總價118個咧，就可以攞低一套地段咁正嘅市中心物業。咁仲唔夠，送埋你個產權嘅車位，我哋一齊入去詳細了解下。首先，開發商嘅背景咧，我就唔多介紹啦，因為都係好多香港老友記所熟悉嘅新鴻基地產。咁今次新鴻基咧選址喺中山市中心東區呢個核心位置。咁首先同大家普及一下，東區係成個中山嘅政治文化、商業配套同埋教育中心。呢一度享有頂級嘅公共資源，亦都係高端樓盤同埋高端圈層嘅聚集地。處於咁優質嘅地段咧，交通方面就唔使講啦，肯定係四通八達嘅。屋苑門口咧就係我哋嘅公交車站，覆蓋咗2公里70幾個站點，對面亦都有我哋返香港嘅直通巴士。到高鐵站客運碼頭咧都設有便捷嘅巴士可以到達嘅，輕輕鬆鬆可以返西九龍同埋尖沙咀碼頭。同時咧呢度距離深中通道城區出入口咧僅僅係10分鐘嘅車程，半個鐘多啲咧就可以快速通勤深圳，返香港都係話咁快啦。屋苑樓下嘅生活氣息咧都係非常之濃郁嘅，好似有我哋嘅茶樓啦，同埋車行啦、美容養生館等等呢啲咁嘅配套，都係喺屋苑樓下就可以享受得到㗎啦。5分鐘咧就可以抵達我哋嘅 Coco City 富日城、假日廣場等等大型嘅購物商圈，步行亦都可以去到我哋附近嘅街市嗰度，日常嘅生鮮瓜果咧、肉菜等等都係非常之新鮮嘅。喺醫療配套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充足嘅。中山市人民醫院、博愛醫院、中山市中醫院都係10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達，為我哋嘅健康保駕護航嘅。咁其中中醫院咧仲可以支持使用香港嘅長者醫療券嘅。平時放假休息咧，茶餘飯後仲可以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嘅中山城市綠肺紫馬嶺公園同埋華僑公園。平時咧都好多街坊朋友咧嚟到呢度去晨運啊、遛狗啊同埋野餐㗎喎。OK， 咁我依家咧入到咗小區來源呢個位置，咁頭先入嚟嗰陣時咧，我都親自感受咗下呢邊嘅環境，咁俾我嘅一個感覺咧，成個小區都係非常之乾淨嘅，包括佢嘅綠化都係做得非常之好。聽講呢邊嘅綠植咧，定時定候咧都會有工作人員去做翻個護理咁嘅。咁靚嘅綠化咧，就肯定要有啲咁有詩意嘅水景去襯托翻啦。咁俗語都話水為財，正所謂門前有水水長流，家中富貴唔使愁。哇！入到呢度仲有個更靚嘅一個水景啊！咁大家感受下周邊嘅一個園林綠化，呢度花花草草同樹木高達20幾個品種。咁行喺呢度咧，每日茶餘飯後落嚟散步咧，我感覺同行公園根本冇任何區別㗎。除此之外咧，屋苑入邊咧仲配備咗會所啦、健身房同埋兒童遊樂區等等嘅。咁聽講呢邊物業部咧，經常會組織一啲社區嘅活動㗎喎，咁俾業主朋友咧呢邊有更多嘅一個互動空間，係咪感覺到非常之溫馨呢？咁 total 百零萬咧就可以攞低眼前呢套2房嘅單位，大家睇睇值唔值得？咁入到呢度咧，個入戶花園係贈送俾大家嘅。咁入嚟咧可以睇睇呢個成個格局都係方方正正，成個餐廳睇一睇嘅設計。咁呢兩邊睇出嘅景觀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嘅。可以睇睇我哋嘅主露台呢邊咧，睇出去嘅風光都係非常之通透嘅。咁前面呢度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富日城同埋 Coco City 呢個商圈啦。咁再嚟睇睇我哋呢個廚房嘅位置。咁廚房嘅話就唔算太大，但係你1到2個人、3個人住都係冇問題嘅。咁入邊呢邊左右各係一間房。咁睇睇我哋嘅一個房間，都係有一個獨立嘅細細地嘅露台仔喎。咁睇出去嘅風光，亦都係非常之通透啊！採光通風效果都係一級棒嘅。咁嚟到我哋嘅呢邊就係一個客房嘅位置啦。客房嘅空間感嘅話，呢個飄台咧係全贈送俾大家嘅。咁睇睇我哋，無論你廳啊同埋2間房嘅一個採光通風效果咧，都係非常之通透㗎。咁除咗2房單位咧，咁依家入到呢度睇一個更大積嘅3房單位。入到門口呢邊咧，左手邊做咗一個廚房嘅位置嘅，仲配備咗一個咁大嘅一個7字形陽台。咁同樣係餐客廳一體嘅設計啦。咁而家客廳同埋一個餐廳嘅位置都係比較闊綽嘅。咁陽台睇出去嘅風光亦都係非常之通透嘅喎。咁再入到我哋嘅休息區域，
咁首先呢度係一個公共嘅衛生間嘅，咁呢邊咧做咗間客房，客房都係通翻陽台呢邊，咁兩間嘅客房嘅積數都唔會太細，同時都係通過陽台嘅。咁呢邊係主人套房，主人套房嘅一個衛生間位置啦。咁成個主人房嘅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到位嘅，咁而且我哋個景觀都係同主人可以睇出佢嘅景觀非常之通透，毫無遮擋嘅。咁優質嘅地段，咁完善嘅配套，咁正嘅環境，關鍵依家開發商仲俾出咁筍嘅價錢，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我將詳細嘅資料 send 俾你。